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平時成日同大家實測各大 AI 平台，最近聽到好多聲音，話用 AI 總結 YouTube 長片嗰陣 ，AI 成日會炒車，無中生有，甚至產生幻覺。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、AI 都唔掂嘅。但今日我發仔要企出嚟幫 AI 大平反。其實電腦科學界有句名言叫 Garbage in, Garbage out， 垃圾進，垃圾出。大家有冇諗過？出錯未必係 AI 唔夠聰明，而係我哋餵俾佢嘅資料有問題。AI 被誤解嘅真相，無標點嘅自動字幕惹的禍。大家平時睇 YouTube 自動生成嘅字幕，通常都係一輪嘴講晒，一粒標點符號都冇出。試諗下，如果你要睇一篇幾千字，完全冇逗號、句號，甚至前言不對後語嘅文章，你都會睇到頭暈啊。AI 其實都一樣。喺缺乏標點符號輔助下，佢被逼要自己去估每一句嘅停頓位。一旦斷錯句，或者遇上語音辨識出錯，例如將100%聽錯做100%，盡責嘅 AI 就會好努力咁嘗試用自己嘅邏輯去兜順個句子，結果出嚟嘅總結自然就九唔搭八，變咗大家口中嘅幻覺。發仔心地話：人類寫得清 ，AI 先睇得明。要發揮 AI 嘅最大威力，大家記住一個核心原則：人類要將上文下理寫得清清楚楚，加埋標點符號 ，AI 先能夠真正睇得明。拍片創作者請注意，如果想自己嘅影片日後更容易被觀眾用 AI 精準提煉重點，花少少時間上載一份有齊標點符號、校對過錯字嘅 CC 字幕，將個上文下理理順，可以令 AI 嘅準確度幾何級提升。日常 AI 用家必學。平時大家對住各大 AI 落指令 prompt 或者提供文章俾佢分析，都記住前文後理要交代得清晰。你俾嘅背景資料越充足，標點越準確， AI 就越能夠準確辨識，唔會再估下搞出大頭佛。發仔終極總結 ：AI 唔係神仙，係你嘅輔助工具。我想講清楚一樣嘢 ，AI 絕對唔係坊間有時吹捧到乜都識、乜都搞得掂嘅神仙。佢唔係咩法力無邊嘅神功，而係一個需要同人類互相配合嘅輔助工具。我哋絕對唔應該一見到 AI 偶爾做唔掂，就即刻一竹篙打死一船人，賴落去話 AI 唔好 ，AI 無用。真正嘅玩法係人類提供清晰嘅邏輯同指令，然後交俾 AI 去高速執行。人類同 AI 互相配合先至係王道。與其一出錯就怪責個工具，不如我哋一齊學識點樣提供更精準嘅資訊，做個真正駕馭 AI 嘅高手啦！大家平時用 AI 仲有冇遇到咩趣事？留言同我分享下。